中四嘅二次方程變種題可以點樣做？今日同大家用最新2025嘅試題示範一個神技。我哋首先將呢一個 case set 去做零，咁呢一條式就會變咗 x2 次加 4x 等於負3。然後我哋用最強大嘅 formula 01就會得出 x 係叫做負1負3。跟住我哋將 A、B、C、D 每個選項 K 全部 set 翻做零，逐個睇睇。嗱 A 呢個選項。x 係等於負3或者負1，咁呢一個就自然係我哋嘅正確答案啦。各位同學唔好碌走住，今個星期我哋喺19同埋20號將會有一個 one day free course 係實體嘅免費課堂俾大家，同大家即場傳授翻我哋 DSE 4個必學神技，同埋俾大家了解下 DSE 實際要考啲乜嘢。各位同學，如果想數學升 grade，準備2026、2027 DSE 嘅話，今個星期我哋喺免費課堂上見。